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今日呢，要甲咱讲这个科技。哦，科技哦，嘿，科技，哎，科技你知无？什么电脑啊？哦，我想讲科技大学的，嘛有科技大学对吧？咱比较较随心的，就是手机啊。那讲到手机啊，最近真啊，咱台湾足发展的呢。当然咯。我有i4声的。系啊。即马讲6月讲要出个 i5声。哦，哎，真正叹死我甲你讲。即马一支拢2万外，足恐怖的啦。会讲到手机啊，真正是足方便。足方便的啦。我是讲到手机啊，哥哥。 你即马是你看到？你敢要传简讯？哎，真无礼貌咧！你讲安尼甲你看，那传简讯过来呀！我买呀，我买呀！哎，啊你会晓？讲实我较歹势啦，我增加囡仔怂怂吼，徛台北吼，我只感觉用过 BB 扣尔，尾也无钱买一个手机啊，互我无骗你。 为着迄个手机啊，我头壳疼5工。是啦，是啦。迄本来不是手机摕去关，那内底一张批啦。有批哦。哎，你批甲摕出来？哎对，我为什么摕一张批？哦，我摕偌久啊，用夹仔去甲夹，啊后用编辑要甲挖出来，袂起来就袂起来。我逐工起来透早就看，啊，呀，这张批是要来摕啦。哎，我真正毋捌看过遐少。我无骗你，差不多15工再去问阿辉，阿辉才甲我讲。哦，啊，到尾有摕出来？有啊，摕出来啊。啊，可怜了，所以你讲到这，我就足歹势。哎，不是干那简讯啊，那呢，还有语音信箱啊。哦，对对对。哎，我嘛袂晓，你也袂晓。我看到信息啦，但是唔知要哪个联络啦。为人讲这个讲啥777哦，我你刚才我中华电信777啊，台湾大哥大是123。对啦对啦对啦。这啊，我会晓传简讯。我袂听，我们你讲啊字拢无效，上重咱听只轻松的，看只轻松的地球啦，好来，请。 哦，多谢多谢，我咧感谢你家伙，哎呀，办事。哎呦，无代志就好。哦，你敢是这间民宿的头家吗？哦，你会知我的名号咧头家？啊，不，对啊，这间民宿的头家是我。啊，你要大只？对啊，啊，唔知恁这有方便无？哦，要方便啊，有啦，我你先去放就好。无啦，唔是，我是讲要带恁这敢有方便无啦？哦，当然欢迎咯，欢迎啊，糖糖啊，甲叶迄个人过来啊。阿哥，什么代志？哎，这个人就讲要带咱遮啦。你好，请问你几？我姓王。哦，王先生哦。来宾请，来宾请。啊，先甲出来放着吼。方便啊。我感觉这件吼，哎，大家意见拢袂歹呢。对啊，这个一定翻了真水的，真成功。哦，抓着吼，两个搁斗阵啊吼。青啊，拜托个，你讲话嘛唔好安尼算。啊，谁甲你每一届开会拢无爱去啊？我当然嘛会含头家娘斗阵啊，对无？斗阵，斗阵，笑死人毋知呢。啊，远要坐车哦，夏青啊，你听清楚哦。这边哦，阮开会结果啦吼，你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出3万块；第二，准备1点钟的节目表演。2项，互你选一项。咱办这个5日节，啊，都搁开个遐尼侪钱哦，3万块。我是想讲你拢唔去开会啊，迄有足侪细节你拢无了解，当然你会感觉是安怎都爱开遐侪钱啊。好啦，加话减讲，2项要选做1项。哇，你叫我开钱，这是无可能啦。我选迄个表演节目啦。啥？青啊，啊你选要表演节目？
啊，你是要表演什么节目啊？我你免管遐济啦，我来知。拜托诶，啊，你毋是咧甲阮装笑诶咧哈？啊，你连表演什么节目都毋知影，啊，时到人后会要安怎？就是这边咱这民宿办这5日节活动，宣传出去是足侪游客来参观的。啊，你若闹开，会害着咱大家了。你讲这个吼，这唔免烦恼，你做唔免紧张。我要表演啥物拢无要紧，是讲你了。啊，你是出3万块还是表演节目？我甲你讲啦，这届头家呢吼，伊是担任咱这届活动的策划主委啦。意思就是唔免出钱，唔免表演节目。做一个这位也都唔免开钱，也免表演节目，那遮尔好讲。你怎么会想表情哦？我是足侪代志爱处理咧，无咧轻松哩。都对，想甲你这届开的无爱去啊，啊，毋则会分袂着这个职务。好啦，等恁两个即摆讲话拢共一个鼻孔咧出来，意思讲恁共过，恁穿共领裤就对啦。我讲袂赢恁啦。讲袂赢就莫讲啊！你着好好想看你要表演啥物节目较重要。会长，另外我遐泡茶，咱过来参详看要安怎处理。好。你讲要表演什么节目？我要跳迄款的啦，跳个哒啦啦啦，安怎？你会赢的。唉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你搁吐来吐去，你到底想有无啦？要表演什么款的节目啦？青啊，我话规矩安尼啦，啊，堂堂会唱歌，你互伊唱一点钟就好啊。唱一点钟。唱到迄闹钱啊！我甲你讲，迄闹价咱按就无啊。我的意思吼，看有啥物较多变化的节目。系啊，安尼人家看了无才会精彩。爱较精彩哦。对。啊，精彩唔简单，你要叫堂堂唱歌，安那跳钢管那就足精彩啊！我看，你的这 idea 袂歹。赞哦！你爬起来。好。啊，你手举起。我做钢管。你做钢管，人是钢管，叫堂堂带你遮呢。安尼好无？赞！好，你去死啦！好。实在都专想看遐一寡有空无顺的代志。我意思讲较有创意的。安尼哦，无规矩钱安尼啦。我来去表演魔术吼，你来去表演肚皮舞，你腹肚大间哦，我表演起来敢若水鸡咧喷拢。迄偌好看，你知无？好看你死啦！我甲你讲啦，我就袂晓跳舞。袂晓，较简单，学就会晓啊。系啊，无你规矩安尼啦，你开钱啦，吼，叫外口咧做暗暝啦，西餐厅、夜总会来表演后特技、后魔术、后唱歌哈，代志就解决啦。无可能，你叫我开钱死都免讲。无要开钱哦。系啊。无要开钱就只有用这个办法啦。我来表演魔术，也无甲你摕钱，你还搁咧嫌。好啦，规矩安尼啦。咱两个吼，个人来拍拼来训练。你训练你的魔术，我训练我家己要表演的节目。安尼好哦。安尼好，咱见咱过几工才来验收。安尼好，安尼赞。钱啊，小米者。是安怎要米？米，你听我话，你我啦，其他米。王先生，到时阵就要麻烦你啊。免遮客气啦，其实当我邀请，这是我的公益，应该是我甲你讲多谢才对呢。你伤客气啊！我若听到，一定会足欢喜是哦。当然我嘛足欢喜的。阿姑，你嘛伫遮哦。系啊。头家你好。什么叫我头家？你嘛拜托的。你应该对堂堂叫才对，你改做叫阿姑。阿姑咧尻川生咧母啦，阿姑。我堂堂是要搞，你是一个养我最善的查某，你变心遮尔紧哈？王伟我对你遐尔啊好，逐工拢甲你泡咖啡，甲你掠零，甲你煮饭，甲你洗衫，甲你洗内裤、洗骹肚。哎呦，拜托诶，阿坤哥哥，你是当时吼有帮我掠零，啊帮我洗衫、煮饭，
哎，我哪拢唔知有这个代志啊？无啦，我是咧讲后摆我来甲你带的时阵，我会安尼做啦。啊，即摆拢老死啦啦，你哈！哦，你竟然为着这哦，你现打面的你就玩伫我哈？你变啊啦！你安怎哈？你这生仔长，你唔食囝哈？那我甲唐人本来感情真好，你这无来无是补出来啊！抢走我爱人哦！你真袂见笑啦！你啊唔食人你好未啦？好，还我有你。哎，哦，你啊，生仔长，你讲哦。我拄则伫边仔呀，就你兄我弟，讲啊像你是我的兄弟，结果即摆放杀我，哈！你无拢为我身上，你敢是人哟？你念啊人，你唔食人啦你！哎，你这是你起笑者，阮三个拢互你骂去头头啊，你知无？我足受惊，我无爱看到你啦，我看到你我就妒火啦！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阿姑啊，啊，迄阿公哥哥是安怎？啊，莫插伊啦。哎，啊你唔是要甲王先生要结婚？结婚？阿姑，你是听啥物人讲阮两个要结婚？啊，你头早唔是讲我上欢喜的代志，啊，个我上欢喜的代志就是你的婚姻啊。头家你误会啊啦，其实是唐唐邀请我来参加恁5月这个活动，要来这唱歌，甲大家同乐。是安尼哦。啊那无咧，哦阿姑。啊，我实在，啊这棍啊嘛是你，可怜啦，你唔知食错什么嘿啊？对啦，嘿，啊这边哦，都要请你多多帮忙呢。对啊，好，感谢，哦，再联络哈，好，再见。已经联络到差不多啊了。头家呢？哈，遐资料我嘛整理好势啊，交予你。会长也歹势呢，这拢我的工课，什么叫你甲我斗3工处理咯？罗兰呢？哪有要紧啦？咱也毋是无熟悉啊。有工课哦，大家互相斗3工，这应该啦。我有信心，这边咱这活动吼，一定会当办个足热烈。你拜托，你甲姐讲，是安怎？我无想要活啦。无啦，我头话你坐好，你想外头，你想要无想要活，你甲姐讲，我是啥物代志，姐会想办法来斗处理。我用骗去啦！啥？你用骗你哦？你是谁啦？无啦，比这更较严重啦！讲笨啊！啊，以你的头壳遮灵巧，哪有可能会去用骗你啦？讲迄个人到底是啥物人？啊，都钱啊啦，糖，搁一个唔食囝细红的啦。是哦。啊啦。你即摆咧讲啥？我听拢无呢。听无伴奏啦，听无啊，这也不管啦，这你爱替我做主啦，姐啊。是。去。哎，丽丽，什么代志？啊，阮棍啊啦，啊，拄则安尼靠默偏转去呢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呢？靠到遐伤心啦。2年尔啦，5岁。误会。啊，谁毋知影讲吼，误会阮堂要过啦。啊，对方就是吼，带伫阮那个王先生啦，讲要拜托伊来参加咱的迄个5日节活动啦，安尼啦。哦，就是带恁民宿迄个王先生。无毋对啦，就是安尼啦。讲钱啊，啊你毋着甲阮那棍啊吼，安尼讲互较清楚咧，伊毋着袂安尼靠默安尼伤心。等恁棍啊会听人讲清楚的哦，等也无听堂解说伊就安尼。啊，就走的。啊，你就知影伊的性啊！你若无解释好清楚，伊就是叫伊误会嘛。啊，你若讲啥物代志啊，拢安尼温柔啊，甲解说，讲互较清楚的，互伊听有，互伊会当安尼静落来听你讲互清楚，啊，就袂安尼啊。这吼，我甲你讲啦，伊有即款个性，完全爱怪你。你这做这吼，伤过晓，伊爱啥有啥啦。啊，莫才有伊即款个性出来，对无？会无啦，钱啊，咱厝边斗做遮久啊，吼，你嘛应该足了解阮棍啊，才对啊，啊，较会晓拢怪我呢。对啦，这你讲正经，咱虽然是厝味道啦，啊，毋过人咧讲吼，一人一家代，公马随人裁，咱两个无共姓啊，对无？
到时咱来共事，咱才来讲。所以讲，我家己管袂好，哪有可能搁去管伊啦？你看啥？这怪你家己呢？平常时啊，就挺性迄棍啊，挺性个安尼，互伊安尼哦，爱啥有啥。哎呀，我拢无你分。车啊！哦，啊你愈讲愈超过呢哈。哦，我伫内底拢有听到。啊你哪会讲头家娘的毋对？无敢讲我毋对哟。你拄则讲啊，讲头家娘甲棍啊先派哦。我看哦，你嘛差不多啦。恁探探嘛叫你先派。你嘛较拜托诶。哎呦，你嘛好留一下字安尼交暗的好无？阮堂堂遐尼乖，搁遐尼捌代志，迄棍啊是要安怎敢比啦？哎呦，差伤济啦！会长啊，无需要甲钱啊，都咧欠济啦。就因为咱是厝边啦，我毋只实话实讲。笑破人的嘴，你甲丽丽是厝边，哦，你敢讲我毋敢听，我才是甲丽丽厝边啦。啊，等你什么东西？啊你哪用安尼骂人啊？我骂人就骂人，我早就看你袂顺眼啦，我甲你讲啦。一间间就来丽丽找丽丽创啥，找丽丽创啥，你当作我毋知你要创啥？啊，人会长来找我，拢是为着公司呢，你莫讲误会好无？就对，我是为着公司来的呢，我才无像你咧。一间假暗安尼啊，找头家娘，踮仔咧高高地，踮仔米高墙。你讲的什么话啊？啊，你意思讲我是猪哥？对哦，迄是你家己讲的，毋是我讲的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毋通讲话也是伤过嚣摆哦。你若伤过嚣摆，我真正我然后袂当互你好食饭哦。啊，你即摆意思是啥？是咧甲我呛赌？呛赌，袂要安怎着？哎呀！几岁人啊呢？讲着话就咧呛赌，大家拢好朋友呢，敢一定为着为小可代志冤家哦？头家娘，啊你嘛有听到对？即件代志哦，是因为伊武起的呢。我当时武起的，你讲？你搁讲无？你搁讲我就甲你斩我你讲。啊你即马是啥物意思啊？家己毋对，搁咧讲我毋对。你真正？你别动啦，头家娘！我你真久啊！你好，那暂时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咱个天天又开心，要甲咱讲俗语就是讲，袂食5月粽，破喉唔甘放。什么是破喉啊？破喉哟，破喉就是讲破面喉啦，免熬你知无？讲较久啊啦，意思就是安尼。伊破喉佫唔甘单调，因为5月粽吼。5月初5端午节，迄个粽无食进前吼，天气变化无强啊，啥物寒，啥物热啊。有时阵透早出门的时阵呢，还佫日头赤影影，半晡啊，若起冷风啊啦，所以呢，你若有一领袖啊吼，佫较久嘛无要紧，先炸咧，寒的时阵呢，你就有通啊塌，就温暖啦。虽然讲已经5月啊，也毋过嘛还佫算伫春天啦，所以讲你春天后尾面，伊这个气候的变化真济，话变就变，5月还佫有风台呢，足恐怖的，真恐怖的，对啊，哇！唔管是寒还是热，你吼爱有准备，就绝对袂去寒。对，咻，一个30分钟就个到啊，又搁要甲恁讲再会咯。是啊，今日俗语要奉劝咱大家啦，一定要将咱的老祖先的智慧甲捡起来用，要若无咱会定听到这句话：无听老人言，咦，吃亏在眼前。通搁黑白想，听歌上享受，讲古交朋友，啉茶若配土豆，唔通搁面悠悠。
乐不免在乎，阴暗烧酒来纳凉，将心事放乎自由。听我讲故事，讲彼阵心内的感受，有欢喜嘛有忧愁，看着咱少年的模样。听我讲故事，听别人奋斗的过程，是精彩，嘛是心酸。迄时间，用青春写的书。通搁面悠悠，快乐不免在乎，阴暗烧酒来纳凉，将心事放乎自由。听我讲故事，讲彼阵心内的感受，有欢喜嘛有忧愁，看着咱少年的模样。听我讲故事，听别人奋斗的过程，是精彩嘛是心酸。迄时间，用青春写的书。听我讲故事，听别人奋斗的过程，是精彩，嘛是心酸。迄时间。